北检城亚这国民党台北市党部主委黄如金如等4个人，将国民党是招这支持者去到北检的管制区抗议，警方也举牌啊，举7届甲因警告。内政部长刘世芳在今仔日针对着涉嫌违法集会代志，要求警方要严格执法。警方也要通知党主席朱立伦、立委谢良界等3个人到案说明。 国民党主席朱立伦昨日号召党工及民众集结台北地检署战独裁，因为北检头前是集会禁制区，警方出动160名的警力戒备，大罢免退休国民党青年军搏出有力联署。国民党台北市党部主委黄如金如。 书记长曹文钦、总干事姚富文、甲第一区党部执行长詹环川4个人加入假造文书案，再次风约谈，那也几下名民代响应朱立伦号召到场声援。 台北市长周万安也出现，强调固定行为家己承担。那也支持者后来杀到闸路尾，冲入北检管制区，警方7摆举牌警告，严过无更较强硬的执法动作，人潮一直到10倍透早才煞去。北检外面的集会游行将合法执行。针对那也亲像伫北检头前违法停控，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，要求警方严正执法，有任何的主要行为，全部移送地检署侦办。 那我们会把所有的这些跟集会游行法有关，包括是否在禁制区以内，好，或者是有任何其他的滋扰行为，全部移送由地检署来侦办。可以啊，谢谢，就来吧，直球对决吧。中选会主委李进勇呼吁维持清气的选举，强调规则文书由司法部门侦办，甲罢免联署互相无影响。伪造文书的侦办，这是属于司法部门他们来处理那至于在选务的部分，我们按照这个选罢法的规定，相关的规定来进行那互不影响。国民党陷伫大罢免危机，朱立伦强调要全力支持防恶霸的立委，各地爱挂扛棒，出动宣战车，全面打响六战。我们所有的立委，我们党中央都有做相关的民调。 来随时掌握每一个地方选区的民情，我们这个大型的战车把我们的声音、把我们的力量发出去。朱立伦号召民众各积极北检，表示4月26日将开刀罢免总统赖清德，也不过刘世芳强调会全力执法。广西新闻采访报道。